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今年热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发挥着威力。北台湾的低温14度，沿海控怪地区甲近山区的所在有机会降到13度。中南部甲东部的低温嘛会落降到15度到17度。这波的冷空气影响到明仔载、后日、拜五，东北风小可减弱，这个北台湾的高温会回到21度以上。但是只有短短一天，这个拜六东北风会过来增强，北台湾的天气会过来转凉凉。这款天气，啉一碗小小米粉汤，食起来真有够开，身躯嘛对咧温暖起来。北台湾透早5点外，伫新北石门测到13度，全台湾的最低温度。日时整个北台湾拢未超过20度，沿海较空旷所在气温会到13度，而且雨一直落。中南部气温是15到17度，因为高温有到27度。到拜五，东北季风无遐透，天气会更较好。那礼拜五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一些，那温度的部分在北台湾会稍微回升哦。不过高温的话也大概是回升到20度、21度左右。那其他地方的话，白天的高温大致没有太大的变化，都还是有机会来到25度左右。不过北台湾的观众无通欢喜伤久，因为短短一天，拜六东北季风会更较透，湿冷的天气过来啊。北部东半部降雨又会再增加，而在温度的部分的话，北台湾北台湾跟东半部周末之后温度呢又会开始下降。那么预计在下礼拜1、下礼拜2，中部北部还是有机会低温有降到15度的状况。气象局估计北台湾湿冷天气会一直到后礼拜3，中南部因为是风尾，所以讲较袂落雨，主要拢是节分到好天。若是讲伫北部、东部感觉强要生果啊，可能敢会使趁周末假期时去中南部晒一日日头。